拍他们两个，瑞瑞和他妈妈。啊？这他妈妈，这个是瑞瑞，这个是瑞瑞。妈妈。这妈妈是这个。这个是瑞瑞，这个是瑞瑞。他后面是他们一家人，是一家。对他爸爸没来。我们联校的嘛，我们这等于这么联校。我以前去看他们那次在他们在老家。我本来以前夏天的暑假的时候要去的，他那个因为他们的老家那边要凉快一点，他们那边古城还是兰州那边40多度。结束了。